在韩国出道的台湾女团焕然小熊，自首酷酷舞蹈行出知名度，这回将来到台南跨年。안녕하세요，小姨嫩정국입니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정국焕然小熊。比出高水的手势，焕然小熊成员当中有人来自台南安平。其实台南不仅是我故乡，也是我梦想的起源地。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每到年底的时候，最期待的就是台南好样的跨年晚会，然后那时候都会拉我朋友，就是从早上每天就很早，早上7点还8点就坐在最前面等。台南圣诞跨年晚会第2波公布，28号的新年音乐会，请来乐团八三夭、高尔宣、含陈思月等系列歌手。跨年演唱会的阵容更加豪华。很开心今年可以到台南和大家一起跨年，这是我们精心准备的特别的演出，要献给大家。本土天团911、金曲歌后孙盛熙、含曾沛慈、超人气男团 Phoenix、阿垮原少年，还有来自日本的女团 One Five。台南好样已经打出品牌，而且是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之一。那么我们今天公布了这么多的卡司，其实都是许多网友们许多年轻朋友们敲碗的结果。尤其我们在我旁边的焕然小熊是台湾之光，也是我们国人的期待。12月份一系列活动，就是要陪着民众度过圣诞加跨年的欢乐时刻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